大家好，我係 Ice 啊。咁我今日咧就嚟到位於九龍嘅佐敦德成道2號。咁其實咧，我今日身處呢一個屋苑咧，距離佐敦地鐵站咧只需要1分鐘嘅距離嘅啫。咁佢就係命名為本木啊。咁呢一個項目咧係由恒基兆業發展而成㗎。屋苑喺2021年開始入伙，目前樓齡咧大約5年左右嘅啫。咁其實總共咧就供應咗172戶嘅單位，佢嘅戶型涵蓋咗由開放式至到係3房單位㗎。咁其實呢一個屋苑咧已經出售咗超過90%以上嘅物業㗎啦，而且近期嘅租務成交平均水平個尺價咧大約去到68蚊左右，咁都係相當唔錯嘅租金回報啊！咁我今日咧其實係會帶大家去睇2個單位嘅啫。咁最後咧由發展商出售嘅咧就係一個2房單位511尺，連埋一個370幾尺嘅天台啦，以及咧係一個1房單位330尺，連埋一個270幾尺嘅天台單位。咁有興趣嘅觀眾咧就記得留意落去啦，因為呢一個屋苑樓下咧係相當之方便㗎，除咗有便利店之外啦，隔離仲會有唔同嘅商場啦，而且去高鐵站咧亦都相當之方便啦。咁記得望埋影片啊！我哋依家咧就睇個1房單位，咁大門一入嚟咧，首先咧就見到個客廳啦，以及係飯廳位置。咁呢度咧都係一個開放式廚房啦，配置明火煮食爐，有個蒸爐啦、洗衣機啦。咁再過嚟咧就係洗手間。呢個洗手間咧都係有窗㗎，咁可以增加個通風度啦。咁其實咧遠望咧都有機會可以望到煙花景嘅。咁呢度咧就係單位嘅露台位置。咁我哋再入去望埋睡房。咁呢個睡房呢，同樣呢都係配備咗有個衣帽間㗎。咁我哋而家事不宜遲，即刻上去睇埋天台部分啦。我哋依家呢就嚟到1房單位嘅天台啦。咁景觀呢都相當之開揚㗎。咁我哋依家即刻咧就帶大家去睇埋另外嗰個2房單位啦。咁我哋依家嚟到一個2房2套嘅單位。咁大門一入嚟咧有一個長直型嘅客飯廳，而呢一度咧就係一個開放式廚房，配置咗明火煮食爐。有洗衣機同埋雪櫃。呢個係長型嘅客飯廳位置，第1間套房。開則方方正正啦，而且咧佢做咗個特高樓底，整體咧視覺感官上咧都會寬闊咗好多。呢度咧係一個名廁嚟㗎，仲配置咗一個衣帽間。呢個單位咧配置咗個波浪形嘅露台。呢間咧就係主人套房，做咗個落地大玻璃設計，令到整個房間咧嘅採光度咧都增加唔少。呢度咧就係衣帽間。
浴室。咁即刻咧帶大家上去睇埋天台部分。咁我哋依家咧就上到嚟兩房單位嘅天台啦。咁呢度咧面積咧都有200幾300尺㗎。咁其實咧見到我身後呢一個景觀咧都相當之開揚啊。後方咧可以望到向中環嘅景觀啦，而呢一邊咧就係尖沙咀嘅景觀。再望翻過去咧就係 ICC 圓方嗰邊嘅景觀嚟㗎。咁今次咧呢個單位介紹就嚟到呢度啦。其實依家咧發展商有個意向招標價錢，大約咧係29,000幾蚊一尺嘅啫。咁如果有興趣嘅觀眾咧，歡迎聯絡我，帶你去參觀現樓啦。鍾意我今次呢條影片，記得俾個 like。有啲咩意見嘅話，喺頻道下邊留言話我聽。仲有記得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條影片見啦，拜拜。